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日月潭的伊达扫上宽是用日月潭的水，也毋过居民是担心讲，这个日月潭的水石灰质伤悬，所以就家己舀水管来取用着附近的山泉水。结果这个明德街的挡土墙，一条搁一条的水管安尼破来破去，真混乱，真歹看。所以议员就帮忙争取着经费来改善当地景观。 日月潭伊达扫上宽的明德街，大约有100公尺壁真乱，除了杂草、青苔、还有爬藤和大细条水管，规面壁拢是真歹看。自头来遮就拢当无水啊，阮就去找水啊，找山水来。是有点凌乱啦，就请有关单位整合所有的民宿业者啦，或者是饭店业者。早期伊达扫地区无自来水，加上水质无好，部分居民、民宿业者拢唔敢啉。南投县议员就庆良争取县府经费来改善。这若有一个人吼，把阮调整好安尼，唔免遐济起来了。 也要把这个挡土墙再做一个稍微翻修补墙哈，然后再做一个美化这样。未来县府委托稀地乡公所施工，全面美化挡土墙的景观。相信加上这些绿美化的图腾之后呢，让更加观光更加带来更大的效益，让游客更加的满意。为了提升日月潭观光旅游的品质，这摆南投县议员就庆良争取经费美化明德街的挡土墙，而且兼顾传承少主的原住民文化。